好来，乡亲继续要来讲这个数位身份证暂停就落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参加民进党的立委做伙食饭，有真侪立委来反映讲，这个数位身份证的资安有疑虑。苏贞昌是当场来同意暂停推动，讲等这个法治较周治了后，要换才来换。内政部长徐国勇早起陪蔡总统到三峡来参拜，嘛有详细的回应。 针对数位身份证的问题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昨甲立委食饭的时，当场就同意讲暂缓实施。原因主要是针对治安的顾虑，民众烦恼讲，这个软体引起治安的风暴，治安甲各自保护的部分的顾虑，若无完全解决进程，袂轻易来推动。另外，伫法制面嘛有顾虑，因为进前大法官有释宪。 主张保障人民应该有自主控制个人资料甲资讯的隐私权。政府若是强行换发数位身份证，那呢恐惊违反宪法。内政部长徐国勇有说明。 所提出来的问题做相关的一个盘整以后，那我们会再向社会大众来做一个宣布。不过院长已经提得很清楚哈，就是要把相关的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，我们才会再继续看怎么来处理。 那呢，数位身份证7月份换发的时程，敢会影响到？就来看清点的结果，经过检验后，才会做最后的决定。